台湾通信创刊号第5页，聪明的句，艺术语言5方言。聪明的句，有一摆伫树林内咧开动物大会，所有会跑的、会烧的、会走的、会跳的各种动物甲飞禽拢来开会，非常闹热。虽然就伫找会点功夫，有一只龟，伊有真好真巧的头脑。伊看见2只白鹤徛伫水窟仔边伫画线，真欢喜的款式。这位龟兄就扫我来，甲因讲话，大家有讲有笑，真心实。忽然间，这位龟兄就甲迄2只白鹤小姐讲：“我真欣赏恁的飞，毋知恁会通载我飞来去看四过看看咧，好无？”这2只白鹤听了就讲：“好是真好啦，毋过要安怎载你去飞起来呢？”聪明的龟兄就甲因讲：“无问题，我有办法。”伊就将伊所想出来的办法讲互这2只白鹤小姐听。因2个听了就讲：“好办法，阮载你飞来去佚佗。”因就照龟兄的办法，找一支车仔来，2只白鹤，一只伫正边，一只伫倒边。虽然拢用骹脚将车仔甲夹起来，然后请龟兄用喙夹车仔的中央，2只白鹤就提膝起飞，就安尼真正将这只龟兄带起去空中飞来飞去，真逍遥，真趣味。内底参加动物大会的所有的动物，看到这个光景，拢真着惊，大家拢真欣赏，就大声问伫空中伫飞的2只白鹤讲：“这到底是啥物人想出来？那遐尼聪明，遐尼贤，实在真天才！”大家就大声喝休，拍扑仔伫甲因学乐。这个时阵，喙夹车仔倒人伫飞的龟兄，听着大家伫奇怪，爱知是啥人遐尼巧。伊心肝内底想：遮尼贤，遮尼巧，我若无点，啥物人会知？所以伊就开喙大声喊讲：“是我想的办法啦！”伊干那想要点伊贤，无想讲伊会飞，是因为伊的喙夹伫车仔呢，倒这个白鹤伫飞，所以当伊开喙讲话时，就随时对空中摔落来，煞死。这个故事是伫教人着谦卑，毋通随便碰风，则免遇着歹落楼梯，甚至歹收拾的结局。好，读煞。这篇无啥物困难的字啦，吼。咱来看一下这个飞禽，吼，来查一下这个字，是毋是安尼读，是毋是读对？这是大字大字典吼。我先用汉字查一下吼。
哦，无即个，哎哟，琴吼，飞琴，我拄则是拼音写毋对去吼，飞琴，禽兽，禽兽，歹势，禽兽，飞琴，禽兽吼。过来看啥物词通好学诶。好，即篇诚简单啦吼，安尼咱即篇就读到遮。